我跟你死磕到底！啊！但是，在现如今这个爱情如此廉价、离婚率如此之高的时代，我还是要由衷的祝贺二位，祝福二位幸福下去，幸福永远。谢谢。同学，我实在是太佩服你了，我特别能理解你对可风同学的这份感情。我高中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，我们真的是有同样的经历。同学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我太喜欢你了！哇！哎呀，我太喜欢你了！在一起！哎，这样吧，反正我同桌也没来，跟我一块儿呗。行，我让给你了哈。我来说两句啊。杨大伟，坐下。你的同桌又没来。我的同桌叫姬乐晨。姬乐晨呢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率真的女生。可是，她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记得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吹门 girl。我以为我喜欢她，可是到了后来，我发现我其实并不了解她。我记得那是刚入学不久的晚上，她约我去酒吧喝酒。她借着酒意，她告诉我，她其实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压抑的家庭当中，被家里的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得喘不过气。所以，他爱上了摇滚，也爱上了一个叫高飞的人。但是，他在这种家庭里面无法自由地爱他所爱。在那个晚上，他在酒吧里对我唱了整整一夜的歌，并且还吻了我。也是从那天起，才让我感觉到以前在我眼中看起来如此单纯乖巧的女同学，她的内心是如此的狂野不羁。